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大甲马廖景昨暝为嘉义新港的洪天宫起驾回銮，因暗要伫婚林西里复兴宫来自驾。婚林这边的摊商一透早就准备甲真青草，要互大家食饱饱汤继续来行。除了美食之外，有一阵护理人员嘛炸着医疗救护包，藏软伫大街小巷，为需要的人来救治。 超过万外的人前要来嘉义新港洪天宫，因为大甲妈祖要正式回家。庙内底的人是坐甲吵，大家两只手举悬悬，拢是要摸到淡薄福气。庙埕嘛是热热喷喷，大家早就在等，除了炮声、直透风，信徒嘛虔诚跪咧接驾。 为场面是不假老客，信徒嘛对庙的大声喊妈祖我爱你。昨暗时啊，大甲镇南宫董事长颜金彪规咧读回家祝文，正式回家。预计今仔日会添伫咧婚林西里复兴宫，而这婚林的单嘛已经全破咧等。小心烫哦，小心烫哦。烟枪含甲香讲香，单位头前嘛已经摆甲热长。大行李箱。300几条要发几条去咯？快200条了，剩下这里而已。准备300多条。 还未到7点，就已经剩无到1/3，都含三甲甜母的三番卖嘛真抢市。创偌济啊？3布袋，剩丁啊只。这拢包料拢分去啊。三布袋已经烧到空，就剩1点。因路个总好塞煮好食油饭。 就是严重警告我前面不要吃，经营40年的老店油饭，真侪信徒是学了家得志，除了要让大家吃饱甜，这阵人把拢点啊伫咧送爱心。伤口的一些包扎清洗。在专业医疗救护包对信徒脚部因线顺路。我们像这次派了250位，我们里面有医师、药师、护理师都有。 出动250位对队伍后壁替公桥和信徒服务。这摆高工8暝，各件行程就要回来。预计4月30日回到大甲镇南宫，完成这摆婚赠活动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